马可福音第1章，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拄拄亲像先知以赛亚册顶记着讲：看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伫你面前预备道路，伫旷野有人声发讲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伊的路。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伫旷野施水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互罪得着赦。犹太全地甲耶路撒冷的人，拢出去到约翰迄位，承认因的罪，伫约旦河内受伊的洗。约翰穿骆驼毛的衫，腰下披带，食的是草莓野蜜。伊传道讲，有一位伫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较大，我就是弯腰甲伊头画大，也是袂配的。我是用水甲恁行洗礼，伊却要用圣灵甲恁行洗礼。迄时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伫约旦河内受约翰的洗礼。伊对水呢一个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，圣灵仿佛剪仔降伫伊身顶，阁有声音对天顶来讲：你是我的疼囝，我欢喜你。圣灵就将耶稣吹到旷野，伊伫旷野40日，受撒旦的试探，阁甲野兽三甲第一位，阁有天使来侍候伊。约翰落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上帝的福音，讲日期满了，上帝的国近了，恁着悔改，信福音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行，看见西门甲西门的兄弟安德烈伫海里拍网，因本是讨鱼的。耶稣对因讲：来跟缀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得着鱼一样。因就立刻放了网，跟缀了伊。耶稣溜仔往前行，阁看见西比泰的囝雅各，甲雅各的兄弟约翰伫船顶捕网。耶稣随时招呼因，因就将老爸西比泰甲请工人留伫船顶，跟缀耶稣去了。到加百农，耶稣就伫安息日入会堂教示人，众人真稀奇伊的教示，因为伊教示因拄拄亲像有权柄的人，无亲像文士。伫会堂内有一个人，互污鬼附着，伊喊叫讲：拿撒勒人耶稣，阮甲你有甚物相干？你来灭阮嘛！我知你是一位，就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伊讲：毋通做声，对这个人身顶出来吧。污鬼互迄个人抽一阵风，大声喊叫就出来，众人拢惊吓，直到彼此对问讲：这是什么事？是一个新的道理啊！伊用权柄吩咐污鬼，连污鬼也听叹伊。耶稣的名声就传遍加利利的四方。因一个出会堂，就甲雅各、约翰入西门甲安德烈的家。西门的丈母拄拄患热病倒地，
有人甲耶稣讲，耶稣进前牵伊的手，扶伊起来，热就退了。伊就服侍因。天暗日落的时阵，有人带一切患病的，甲互鬼附的，来到耶稣面前。规城的人拢聚集伫门前。耶稣医好真侪患逐款破病的人，佮赶出真侪鬼，毋准鬼讲话，因为鬼认捌伊。第二日早起，天未光的时阵，耶稣起来，到旷野的所在，伫遐祈祷。西门甲东畔对伊去，拄着伊就对伊讲，众人拢找你。耶稣对因讲，咱通去别所在，到邻近的乡舍，我也通伫遐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个事出来。对安尼伫加利利全地入会堂传道赶鬼。有一个太高的来求耶稣，向伊跪落讲，你若肯，的确会互我清气。耶稣动了诛心，就伸手摸伊，讲，我肯，你清气啦。太高连边离开伊，伊就清气啦。耶稣严严的吩咐伊，就找伊行。对伊讲，恁着谨慎，什么话拢毋通甲人讲，只要去将身体互祭司察看，佮因为你清气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迄个人出去，反转讲真侪的话，将这个事传扬开。互耶稣以后未得个明明的入城，只好伫外面旷野的所在，人对逐位拢来就近伊。